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节目面阿兔啊。观众朋友，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专机昨对关岛出发了后，全台湾拢在看伊迄台飞行机的路线，结局是降落伫新加坡。总是华盛顿邮报今仔讲，佩洛西有可能上紧明仔暗就会来台湾。美国国会议长出访亚洲。 大家拢在看，自2礼拜前，佩洛西要来台湾风声透出来了后，中国反应有够大。这几天伊在军事操演，美国台湾嘛是讨论袂煞。美国国会议长来台湾，唔是讲无前例，总是即摆舞甲遮尔大，拄好互咱看到咱台湾的重要性。佩洛西结局会来无？未来几天有几个剧本？今仔日咱做伙来讨论。 小介现场来宾邀请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前美国共和党亚太区主席彭文吉先生。大家好。邀请资深军事记者郭鸿忠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咱今麦来看吼，昨透早10点吼，佩洛西的专机对关岛出发了后，全台湾拢在看伊这台 Spar-19飞行机的这个路线，总是。 佩洛西来台湾进前吼，讲到台湾的行程，伫迄个行程内底，伊拢讲是暂定啊。伊是安怎讲暂定？因为习近平甲拜登总统通电话了后吼，佩洛西来台湾的这个行程煞变做暂定，拢无确定吼，甲这敢有这个关系，而且。 虽然讲暂定，不过中国甲美国最近吼军事操演、军事的动作足济，拢是因为佩洛西可能会来台湾的关系。这个问题，咱今日要来探讨。大先，咱先来看佩洛西来台湾相关的报道。我们对于外国的贵宾朋友来我国访问，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于外宾的来访， 我们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而相关的时间、期程等等，也当然都尊重访宾的规划。好，观众朋友，佩洛西这摆吼是来亚洲，唔啦要来台湾尔吼，要去新加坡，即摆人已经伫新加坡，嘛要去马来西亚、韩国甲日本。咱来看因的代表团内底的成员有多少个人？若是讲到韩国，咱看到。 代表团内底有这个韩裔众议员吼金安迪，另外讲到要去日本，有这个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会的主席吼塔卡诺，这去日本都有对倒吼。另外咱看这个美克苏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另外嘛有众议员，另外一个众议员吼，咱看到佩洛西这个代表团，若来亚洲去韩国、日本，拢有道理，而且要。 针对这个经济贸易战略武汉疫情的处理吼，而且佮有天气的变迁、民主这个问题，要来甲亚洲的国家讨论。总是咱大先请教军属大哥吼，佩洛西即摆来台湾，这个风声透出来了后吼。 大先是日本的媒体，把这个消息放出来，过来美国、英国都有媒体就开始咧评论，甚至美国总统拜登佫放风声讲，美国的军方可能无赞成吼，这可能是咱会想讲吼，是毋是有人无想要伊来用这款放风声的方式吼，来阻挡伊来台湾的？ 是，嘿，我想我都讲国语好啊，安尼我会使跟方恩格先生对回蛋姐。我认为很明显，因为不只是日本媒体，大概在2个多礼拜以前，《金融时报》先爆出这个消息，而且呢，他在过去1个多礼拜呢，每天几乎都还有后续的新闻。然后你看他的标题呢，都很耸动，就说会有，就会变得很危险。好，那提醒大家，就是要想这样劝阻他，甚至《金融时报》有个专栏作家，他叫 Edward Luce， 他很少写亚洲的事情。 他写了一篇呢，是属于 premium， 就是你要高级会员才看得到。我是一般会员，我都看不到。他的标题直接写佩洛西 reckless， 还说他 irresponsible。其实这是非常罕见的。我觉得一个很有名的资深评论家变得像打手一样。那而且《金融时报》其实跟白宫关系不错，所以我认为这2件事情都是一个很明确的 sign， 就是他想把它挡下来。而且就像刚刚主持人你提到的，拜登总统他不只是说光复反对哦，他那天我觉得他。 这不叫失智，他其实有点像小孩子，很可爱。就说我跟习主席要通电话，其实意思就是，如果这时候他来，那不就 everything 就等于就没有了。所以我认为，就是白宫发现情况不对，这会影响到后面整个安排，所以呢，很早就
放消息，除了日美，还有就是跟白宫关系最好的《金融时报》，然后而且我再帮大家提醒一下，《金融时报》跟白宫关系真的很好。去年就是当美中在阿拉斯加谈崩了之后，大家都以为他们关系会紧张，结果副国务卿温迪·舍曼要去的消息也是《金融时报》先揭露的，所以我觉得《金融时报》就是他被他当做一个主要的放话管道，而且最后再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年4月的时候，裴洛西本来就要说要来嘛，那时候就已经就是已经被挡下来了，没想到。就是总算挡下来，我们可以好好开拜习会了。就怎么又来一次？所以白宫当然很急。是红动起来，不是讲较紧。嘿嘿嘿，动。所以《金融时报》也讲了，后来他也直接说了，那个国家安全顾问 Jack Sullivan 伊嘛反对啊，哎呀，所以就是白宫整个都觉得天哪，怎么这时候会就是这个 big trouble， 让我们的整个盘都已经打乱了，都会挑起区域紧张后，这是我的看法。Russ， 你的看法怎么样？就是说，裴洛西要来台湾这个消息，真的有可能影响到拜登总统跟习近平通话的这个和谐，或是他们要讨论的主题吗？台美关系，每次中国领导者跟美国总统通电话的时候，就是一个议题，不管是军售或其他的来往，中国一定会提了，而且中国会讲他们的。一中原则等等的相关政策，那美国的回应都是也有一个烈性的标准的说话方式。那拜登最近比较常都会还有他的幕僚团都会强调我们的政策都没有变。那当然中国不同意，但是美国都会强调。所以其实影响到的部分就是他们上礼拜通电话的时候。台湾议题就占领很多时间。那如果没有这个新闻，Pelosi 议长要来台湾的话，那虽然他们一定会讲台湾，但是应该不会讲那么多时间，就是讨论台湾，那就会有更多时间讨论其他的议题。我们都知道，拜登总统跟习近平通电话，要谈很多了，贸易啊，还有区域安全哦，这个新冠肺炎哦，伊朗核武。北韩核武、气候变迁，所以要讲的东西其实是很多。那当然，拜登不希望台湾会占领很多时间啊，对不起台湾朋友，但是这个真的是事实了。拜登是心理准备，知道中方会提到台湾，但是当然拜登不希望会占那么多时间，但是这的确是有的。但是。即使 Pelosi 议长来台湾，中国会抓到一个画饼，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改变，有这个可能吗？其实它就是一个美国民意机关。当然了，如果 Pelosi 这个礼拜真的来台湾的话，一定会有后续。那后续是中国对台湾或中国对美国，这个我们都可以用猜的，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因应措施，不管是贸易方面或其他方面，比如说中美方面可以取消一些官方来往。还有军事演习，那军事演习也会影响到台湾。那针对台湾也可以采用这些贸易措施，毕竟最近几年也有很多次禁止什么台湾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去，甚至说服某一个邦交国家跟台湾断交。所以这些可能我们都知道，那要看中国真的要这些事情要拿多久，或者多严重。是洪总大哥，Pelosi 来台湾这个风声透出来了吼，中国反应实在是真大，拢讲甲足凶的吼，袂输要甲伊的这个专机拍落来吼。总是咱即摆知影讲中国要开始要进行20大吼，看起来应该是无可能伫这个时阵甲美国发生足严重的冲突，你安怎看？咱先看讲吼，白宫吼，这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先讲啊，这先拍主预防针，大家讲。美国甲中国吼是袂为着这款代志拍起来啦。是。咱较简单的翻译就是安尼啊，但是讲真侪背景啦，吼，其实是讲，包括拄仔咱刘先生讲过，讲拜登总统甲习近平这领导人两个拢讲好啊。什么叫讲好呢？就是讲，北京一定要讲伊歹听讲的话，袂爽的话，一定要先讲出来。是。啊，所以包括讲美国。白宫伊家己的总统伊必须做的这个纪要啊，还是这习近平伊家己做的，两边做是斗袂起来。因中国上习惯的就讲，伊要叫你讲的话，你无讲出来，但是伊会先甲你写入去，伊会讲你拜登已经讲啊，讲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什么，甚至大家拢安尼算。啊，美国白宫甲否认一届，讲无这个代志。所以包括讲即届的代志嘛共款，讲其实。有无人讲正式讲，两个人伫内底
电话内底有讲到这佩洛西，拢休人讲我无讲，拢无去讲，但是咧一定讲到的，因为这个代志包括拄啊赵先生讲佩洛西毋是即马才要来，顶边就要来啊，去互动起来，还是讲去互病毒武汉肺炎就动起来，咱毋知，吼，咱无去证实，但是赵先生有伊个管道啦，伊可能有法度讲靠包括讲其实去互动起来，但是去互动起来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像佩洛西伊这过去的这个咱讲历史来讲吼，伊较少年40外岁就做这个众议员，做国会议员。啊，因为家族本来就是政治世家，所以咱讲即摆网络上看到即相片，其实伊少年时阵才20出头，伊个去和迄阵的总统 Kennedy 做伙伫一个舞会内底咧开讲，咧参详代志啊。咱讲莫讲参详啦，有都讲咧讨论代志共款。所以讲，在少年时阵，伊咧进入这个政治场内底，伊个学到真侪物件。所以包括伊讲，1991年去天安门、去北京，因为1989年甲天安门事变历史死足侪人，伊和另外2个参议员、众议员、国会议员，佮举一个乌布，写讲去悼念讲这死亡的吼，为着争取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这英灵，甲因算讲一个记忆吼。所以迄阵伊就向赶出去。伊的行程还未行了哦，伊去互北京赶出去啊！你无欢迎你哦，伊是美国国会议员呢，是安尼讲赶出去，所以足侪人拢会记得这个代志嘅讲，伊对中国来讲是无较信任的，吼。当然，伊是关心人权，是为伊的出发点。啊，这拄则咱要请教其他专家，可能比我较了解，但是咱可能安尼看吼，讲会较真实讲，是安怎佩洛西即个要来？啊，而且做大代志，其实是中共真惊伊。起来做国际议题，因为伊中共上无爱就是台湾的问题国际化，这是政治上的问题，毋是军事上的问题。军事上只是讲，伊真系讲台湾人真惊，我一般伊人吼，足惊解放军的啦，因为飞弹济，吼，无人机济，轰炸机济，炸弹济，兵仔济，啥物拢比台湾济。是啊。美国可能嘛，真侪人讲，美国讲过啊，无要替台湾出一兵一卒啊，无要为台湾的土地流血啊，迄要拍是恁家己台湾人去拍哦，吼，是拢讲大众硬啊，所以变成讲台湾人惊战争，做正常的，非常正常。但是你也真正讲，咱讲派人来恁厝里，来个弄门，啊，你个拍开规落，互伊要创啥创啥。吼，要摕物件，还是带走你的某囝？啊，你敢是一个人？咱安尼讲就好。所以你若讲台湾退一步想，你若和美国还是讲其他民主自由国家徛做伙时，派人来欺负你的这几率成功的几率较低。吼，咱莫讲伊无可能打入来你的门口，伊可能用伊个油啊箭啊，什物甲你门拍破就来啊。咱比如安尼讲，你讲飞弹要来，其实你要拦截嘛，无遐简单啦，吼。虽然咱讲有爱国者，有外国2行3行，有讲天公2行3行，不哩济，但是你若讲密集饱和，一概拍100粒来时，你敢有影拢载落来？所以这战争的危险当然是台湾人会考虑的啦，吼。只是讲有可能因为安尼叫佩洛西莫来台湾无？我感觉这是无可能。这我都爱问 Ross。Ross， 刚才2位来宾都已经说到，裴洛西本来4月就要来台湾，但是不管是被武汉病毒挡住，还是被美国政府内部的人挡住，总是他被挡住了。我们假设真的有人挡他的话，裴洛西要在4月或者是几天后来台湾，对美国的政策来说，如果真的美国他不希望他来，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外交政治这个权力大多数是在行政单位那边，对不对？那当然国会有意见，他们有言论自由啊，预算也是由他们控制的。但是最后决定权，不管是国防、外交方面，我们都知道是在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那边。那如果国会议员的言论或行程
会跟白宫的想法有冲突的话，那当然白宫会跟他们说了。那尤其是佩洛西议长跟拜登总统是同一个民主党啊，所以他们沟通是相当顺利的。所以如果佩洛西这个礼拜真的不来台湾的话，那肯定是白宫甚至总统他本人有跟他说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去台湾。那您认为佩洛西要来访问台湾，不断的释放出消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其实这个很简单。今年11月是美国中期选举啊，民主党选情不乐观，尤其是在众议院，他们会失去多数党这个优势。那共和党长期以来，但是最近几年比较积极的是打这个反中派，这个我们都知道。那民主党一直在落后，甚至共和党批评民主党说你太亲中了。那虽然他们选情不乐观，但是至少如果议长来台湾的话，某一些现任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他们可以反驳这个指控，说：“哎，我们议长真有去台湾，怎么会说我们亲中或不够支持台湾？”所以他真的是想帮忙他的一些同党的众议员，因为有一些选区是所谓的这些摇摆州的选区，所以他真的想帮个忙。有一些民主党现任的众议员，他们选区有很多选民，很多现任军人或退伍的军人是住在那些选区。他想帮他们嘛，所以他就有这个想法来台湾。这样的话，我们民主党也可以说，我们反中，我们支持台湾，就这么简单。文松兄，拄则 Ross 安尼讲吼，即马台湾煞变做美国国内吼政党争取人民支持，爱去处理的问题，敢是安尼？我是感觉，我赞成那个 Ross 讲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带来这本书呢，是记录川普时代的中国政策，可以说是像一本百科全书的书。那一路这样看下来呢，甚至在往之前呢 ，in general 的确是共和党的人，你就看国会议员提出那些要制裁中共的法案或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共和党的，而且他们关照的比较全面。民主党的通常只有在人权跟香港上面呢，难得会出现这种两党出现这种两党一致的情况。民主党自己比较注重现在，尤其是拜登总统注重什么 climate change。还有国内的一些投资 invest， 就是要 compete with China。他们认为这样是一种竞争，它不是正面对决，而是我们要先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所以我提醒大家一件事：去年第一次拜习会的白天，拜登总统没有在房间里跟他的幕僚准备，他在白宫的草皮签约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Bill， 就在那边拍手，就是 celebrate， 所以没有做什么实际的事情。上次拜习会礼拜四晚，我一看，怎么又来了？他马上又 live 又在讲参议院通过那个，就是等于那个 Build Back Better 法案的这个缩减版，叫做 Inflation Reduction Bill。所以呢，其中选举我觉得主要的主题还是内政，但是的确现在佩洛西这个动作呢，可以反驳说啊，你们就是太 weak。不过我这边要补充一点，这在台湾可能也是个很激烈、很竞争的话题，就是说有些人就台派里面有些人觉得拜登政府一样强硬，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中共每次就像刚刚那个郭大哥讲的，中共会把一些话塞给美国，说美国反对台独。当然，美国说我们只守一个政策，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拜登每次他们的声明会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面、单方面的改变现状。这个意思其实包含就是等于我不能跟中共明白妥协，但是我部分妥协这样讲，这也包含了我们也反对台独，也反对你武力犯台。那其实，在看来，如果跟川普政府比的话，我主观的认为这就是一种不能说后退，但你就比较 soft， 你好像比较有。迁就到中共的请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拜登总统佮加讲一句，讲美国反对任何一边大主大意改变现状，你感觉这句是加讲？嘿，我是感觉这句是加讲的，有这意思，跟中共讲，我无法度讲说我反对台湾独立，但是我会使讲，就是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对啊，其实现在谁想改变现状，谁比较可恶，我想很明显。但你为什么要讲成任何一方呢？这就是我个人的质疑。Yes。Ross，赵先生这样说，那您觉得我们看到裴洛西他以前从政的历史，他对中国的态度很强硬，甚至跑到天安门去抗议中共，同时针对西疆、新疆的人权问题，他也很关注。那在拜登总统目前期中选举接近，那民调比较低的情况之下，您觉得拜登总统的路线跟裴洛西有明确的不同吗？我觉得没有明确的不同啊。你刚刚讲到几个重点，裴洛西议长或他是一般的众议员的时候，或他是少数党领袖的时候，他很关注西藏，很关注新疆，很关注大陆一般人权的议题。那最近2-3年很关注香港，但是他长期以来没有在台美关系这个议题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他反对台美关系升温或反对军售给台湾，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真的没有在这个议题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可以简单的说，他对两岸关系的想法跟拜登总统的想法是一模一样，就是传统的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那他们某个程度上是想到一个更早以前的时间，比如说奥巴马刚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马英九上任总统的差不多同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两岸关系比较好，民主党可以把 focus 在国内内政啊，那不用担心，不用关心两岸关系。我相信拜登总统跟裴洛西议长有这个想法。所以您刚刚说到裴洛西来亚洲是为了期中选举，可能民主党也能够去说，我也支持台湾，我也很重视台湾问题。那对您来说，裴洛西在这个选情不乐观的情况之下，他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美国期中选举结束之后，他就不再是众议院的议长了。对，没错。也就是说，在他这个即将卸任的众议院议长来台湾访问，如果他真的来的话，您觉得意义有多大呢？对他民主党的同党候选人或现任议员会有一点点的帮助，就是不会这个指控你不够强硬，对中国不够强硬，会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在整体的情况之下，和台美关系或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完全没有意义。毕竟他快要卸任，不管怎么样，万一民主党有一个 miracle 意外维持多数党的优势的话，在众议院，他也不会继续当议长，他们会选一个就是时代的这个交替啊，然后会有一个比较年轻的议长会出来，但是最有可能是共和党会掌控多数党的权力，那就会有一个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那看看明年这个新任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会不会愿意来台湾。但是Pelosi 其他的行程，比如说他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韩、日本，我想跟台美关系或两岸关系其实是比较没有相关。某个程度上，他就是做一个所谓的毕业旅行啊，因为他知道他快要退休卸任了，那有这个机会，他还是有议长的权利。他说我要去 Asia， 那他就可以安排了行政单位也提供一个飞机给他，他可以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韩、日本有5星级的这个待遇啊，那怎么不去呢？洪忠大哥，人讲到这个毕业旅行毕业旅行实在是一个所在通好去，伊硬要来台湾是为了啥？咱用咱的小学生要出去毕业旅行学校校长甲老师一定想讲较安全的所在啦。会去想讲去有危险的所在其实这不是普通人啦咱来讲，因为裴洛西伊的想法，我嘛真赞成董主席伊的看法。其实伊家己上等一世人80外岁啊咱当然是希望伊食饱字啦。
但是对政治人物来讲吼，80几岁的时阵，上尾一寡的这光甲热吼，热力吼爱甲发出来，我光线想要发出来，发出来创啥？互后壁的人看到我做得济，吼，会用肯定我，这第一，家己自我的实现，吼，我做甲安尼才好啊。第二个是照亮讲后壁的人的这个坚定的路啦。哦，后壁人的政治的路，不管你是要做议长，还是讲你要选州长，还是甚至要选后壁要做总统，2年后选总统，你想讲头前有人替你开路，真好啊，对无？所以党内一个决定吼，我感觉是真重要，因为就算讲吼，众议员无法度像参议院安尼吼，对外交政策把握较深，但是伊嘛受是争议嘛，伊2院制，所以一边无通过的时阵，一个法案就袂过，所以其实嘛有足重要，但是伊上重要是伊和拜登是共党，当然希望讲上好是2个院拢是民主党摕过来，安尼就是一致政府，一致的政府，就是讲。行政部门甲国会拢是共党，这个党，袂输咱台湾讲完全执政，完全执政，所以安尼对我做的是上方便嘛。不管我要做外交，还是要做国防，要做啥物内政吼，解决讲包括讲你这美元的问题、经济通膨的问题，还是讲你要晶片法案，吼，讲补助讲全世界是美国家己的厂商去做这IC 甲 chips， 这嘛最重要啊。啊，但是总讲拢无共款一个。一致做伙的立场的时阵，其实对拜登来讲，以后边任期吼，可能这4年就做了啊，个摆卡，摆卡可能袂连任务，真有可能袂连任务。这当然我毋是甲唱衰，甲唱衰啦，讲伊袂当，但是有人咧讲伊的健康问题，拜登的健康问题，所以倒转来讲，美国想讲这局是安怎要惹甲吼北京。跳起来，我感觉嘛是政治的这计算，对于家己有利。是，只是讲台湾人会讲，安尼搁咧拍台湾牌，其实我感觉这嘛无一定是安尼看，因为台湾的问题无去重视的时阵，某一天就去烧掉拢有可能。是。好，观众朋友讲到拜登总统咱来看拜登总统进前甲习近平通电话，这是拜登总统任内第5摆甲习近平通电话讲到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区域甲全球的议题、天气的议题、卫生安全的议题针对台湾的问题是各人讲各人的话啦。2个人拢讲无讲到 Pelosi 要来台湾，也无这款的问题。咱来看拜登总统对台湾的议题，伊讲啥？伊讲美国的政策无改变，强烈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甲破坏台海和平的人习近平讲中国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地位，反台独这自然佫讲中国的民意是无法度反背的，唔通叫应该是叫美国唔通因火来烧家己君松兄，咱来看美国甲中国总统通电话，你伫家己的面册面顶嘛讲，即摆的电话讲了有好势，无可能会影响到 Pelosi 会来台湾无？即摆看起来，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可能真正会来你是感觉这个电话讲了安怎？我是感觉一开始如果用美式足球来比喻的话，有点诡异。同党的人想办法要抱住裴洛西，想要擒杀他，但没想到裴洛西可能就是很坚持。但是呢，中共所以他们在拜习会后来 Bloomberg 有挖出来说，他们其实有谈到，而且呢，这句话写说民意不可为，玩火自焚。其实民意不可为，我帮大家回忆一下。中共最忌讳说他被推翻，但是当年马习会的时候，习近平不是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们把统一无限期推迟下去，人民会起来推翻我们。所以这句话民意不可为，意思就是也许我不想动手 ，but I have no choice。你如果这样子侮辱我，因为我再补充一点，你刚刚有问到说一个中国政策有没有改变？对美国来说当然没有，但中共自己的诠释里面，像裴洛西，虽然他不代表政府，可他地位这么高，他某种程度上代表国家。所以为什么4月挡他一次？还有记不记得川普最后一个礼拜不是要派联合国大使来？中共就说他位置虽然不够高，但联合国大使那不就台湾问题不就国际化了？所以只要中共主观认为
这个动作会让台湾问题看起来有国际化，民意他就会用各种理由，不管是不是真的民意不可违，他就会想办法一定要挡你。所以他现在拜习会，所以他拜习会就我给你一次严厉警告，我们好不容易我愿意跟你谈一谈，我们谈一些全球性议题，谈 climate change， 谈 health security， 甚至谈全球经济合作，但是这件事我还是要先警告你。所以第2天结束以后，其实很多国际媒体的标题都是 Don't play with fire， 所以。现在情况，我认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他用演的，他也要演很大。如果明天晚上真的就来了的话，那我想未来2、3天会有一些风波。那这个风波会不会真的演变成拜登政府最怕、最忌讳的冲突？就是说竞争不要滑向冲突呢？我还要看。但也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我说拜登政府一直很想挡，因为他好好的想跟习近平谈，然后呢，他一直忽略，像白宫不是很多记者就问说，习近平这一段听起来很有威胁性啊，你们怎么回应？白宫的拜习会后记者会，他一直都打哈哈说，我们不去揣测中共想说什么，就是你不要再追问我这个，我们当做没看到就好了。但因为他那时候可能还在努力挡住裴洛西，所以裴洛西也算配合嘛，都不明讲。But at the last moment， 看起来明天晚上是第一个摊牌压力测试的时候。那现在讲话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但我认为中共。至少在象征性上会有很大动作回应。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会来也是未来，明仔可能就有结果吼。针对佩洛西可能会来台湾吼，中国甲美国动作拢真济吼。中国这几日拢在演习吼，伫南海广东、福建东海吼，南海遮拢有这个演习而且。美国同款有动作，美国伫昨超过10台的军机吼飞到日本的 Okinawa， 这人讲甲佩洛西可能会来台湾有足密切的关系。另外，伊甲这个雷根号的航空母舰打击群26号离开新加坡吼，往南海来开吼，伊包含这个驱逐舰以及巡洋舰。甲布吉兰这个打击群离开新加坡往南海来行吼，洪忠大哥，这款的状况吼，大家一直咧讲就是第2摆的台海危机啊，头1摆可能是在咧讲1996年迄个飞弹危机吼，这边若是真正咱拄则已经讲过，可能袂因为 Pelosi 来发生冲突，总是这款的动作吼，敢是中国在明确甲美国讲，咱中国。不是咱，因中国即马的这个国家的力量有法度甲美国来对射。对，我先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这答案是对，是无问题，就是中共所有的伊会使摕出来，因拢是甲讲吼，我工具想法内底吼，足侪工具的。这个时阵吼，就是要摕这铁吼、八达吼，爱摕出来的时阵，因为感觉讲美国不管是拜登吼。是老翻颠还是毋是？不管佩洛西是毋是一个吼恰查某，还是讲因叫伊讲叫个打吼打的老太太，打扁的老太太，甲伊讲啊足歹听。但是网络顶吼，中国网民吼，伊逐日讲这个写这个歹听的字的时阵，用伊上水的相片甲拍起来。所以这嘛一个反映讲吼，中国伊所谓讲伊的民意吼，到底是真的假的吼？咱拢拍一个问号啦吼。但是我倒过来讲吼。是毋是台海第4届危机？因为咱爱倒去算吼，1950年开始算。因为第一届因个加拍一届金门嘛，吼，落尾到823，迄是落尾第2届。所以包括这届算来算，总共变成危机的时阵是第4届。是。我的老师台大政治系这个教授明居正有讲过，伊是咧预言讲吼，真有可能会发生啦，毋是不一定是这届，吼。伊的意思讲，这几年吼，台海其实会真危险，但是咧，台湾呢度过这个危险。迄个条件是啥？伊的条件是讲吼，台湾其实爱有拄则咱讲的意识形态民主自由国家的这支持，包括美国，所以伊有去分析讲，美国国内其实足侪变化，吼，包括你讲即届拜登拄好进入的时阵，足侪人摇啊。在选举的时阵，选举前几天拢讲伊迄袂对川普的路行啦，伊迄什么印太战略吼，印太战略拢会放弃啦，因为吼，伊过去的记录吼，拢是含中共吼，拢好讲话就无代志啊吼，可能就叫台湾讲乖乖吼，你莫加讲话，你莫出声，你听我的好啊，安尼甚至讲
美国的，尤其民主党的传统来讲，我鼓励两方对话，紧坐做伙紧谈吼。不管你去新加坡谈，要去倒位谈拢会使啦，你去欧洲谈嘛会使啦。恁两边拢去谈就好啊，谈出一个结果，愈来愈好就好啊。我美国就免烦恼，我用等于变我的经济，变我的国内的问题。对啊，就是个安尼分析，无大家方式冇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对美国民主党的传统来讲，伊是抗和啦，吼较济啦。啊，共和党嘛无一定讲是叫伊拍，毋是哦，伊是讲。我会方支持你去买武器，买我美国武器，但是咧买什么武器啊，先经过我同意。是，我替你算看，莫讲两边吼会差伤一个坎无。过去吼，台湾空军足厉害，拢飞过台湾海峡对面去共飞，吼去共巡逻，甚至共炸载才倒来。啊，拍真侪飞行机拍掉，拍中共的飞行机拍掉。1959年的时阵嘛，是第一只。2倍音速的战斗机叫 F-104、F-104，可是美军直接送来互你，未付互你的时阵，未付互你的时阵，我叫美军先飞来，是美军先来咱台湾北部的空军基地来掂来哦，叫中共莫来，你敢来，我即摆上好的人去伫遐等你，落尾未互台湾的叫做直接军事出售的 FMS 就来啊，第一批就来啊。是。来时阵，就咱的空军拢接落去，所以迄阵包括咱有一个史贝波，甲欧阳以芬，因拢拍到对方的这美国机，因嘛创下台湾创下全世界第一架是用追热飞弹、红外线追热飞弹拍掉对方的敌机的飞行机的4个记录是咱台湾人哦。哦，所以迄阵是大家拢惊一条，哇，遮厉害，哦，台湾人遮厉害。啊，但是这毋是讲单咱靠咱家己，所以这是讲有美国人的支持的之下，啊，当然是迄个时阵的背景较无共，迄个时阵美国佮承认咱中华民国，是，吼，所以是讲美国甲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务的协定内底的这个安排，是，啊，因为即摆无这个协定，吼，无这个协定，所以美国甲台湾无正式的邦交，所以要安怎来做到讲无这个 agreement。但是会使做这款代志，川普个进前个设款讲，互拜登看，我无含台湾，美国政府含台湾无啥物条约，但是我依据台湾关系法，啊，甲6项保证，两项，我就甲采位遐就好啊。是，我就去啊，全世界讲，我甲台湾人讲，嘛甲中国讲，我会使依据我国内法律，甲我总统进前个总统做过的保证。我这个共款，这个川普嘛是总统，我个来实现 honor 这个过去的承诺，讲我会做到。所以毋知讲11届的这阵的武器的出售，比即马拜登，甚至比之前奥巴马，甚至比小布希的时阵，卖到更较济。是，咱讲金额就好，吼，咱莫讲武器偌好偌强，咱嘛不一定。但是比来讲吼，对拜登来讲，伊的部门包括国防部甲国务院，伊即马真正头疼。伊想要加卖吼，但是伊碰到壁，碰到咱这个天崩，伊去碰到，对吧？伊家己有讲一个，像拄仔讲的，我无要叫大家去改变现状，是啊，等于去咱翻译吼，等于变成讲是同意习近平讲，你台湾就袂当叮当就对啊，对，啊，加武器互你，你就讲这是外国势力干涉台湾问题，是，所以伊。变成讲，对拜登的政府来讲，伊家己一个包围吼，包伫遐，一个包啊包伫遐，啊，但你要甲插破嘛，袂使插破。啊，外口的人过来，甲你拄咧讲，哦，你米内底吼，那一个久咧，米内底，啊，伊嘛足尴尬。尤其要选举的时阵，如果讲其中选举的时阵，要选举的时阵，共和党一定甲攻击嘛，讲你安尼袂当啊，就要做川普够迄个。蓬佩奥啊，这种硬派嘛，一定甲骂嘛，所以即摆颠倒转来讲吼，美国的国内政治其实是决定即届是毋是台海危机的问题。哦，美国啊，真正讲出手，还是讲话伤硬，也无这要充分的所在吼，无这侵提的所在，其实较麻烦。是，所以其实即摆看
以我的家己的看到的这资讯来去想吼，其实对佩洛西来讲，可能有至少2至3套的方案。哦，上尾一个上无好的吼，其实是对美国上好的，就是讲我 pass 过去。哦。而且这个方案吼，咱小等这样讲。对。洪忠大哥讲到佩洛西来台湾吼，引起这个台海的危机吼，美国甲中共都用军事动作，咱即马来看。佩洛西展开亚洲行的敏感时刻，中国福建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早早伫冰潭附近水域执行实弹射击训练。这个地点当时台湾海峡上下所在，上瓦确认到是为意识真高，为了安全考量，美国有专家建议由美军 F-22战机中队护送佩洛西到台北的松山机场。美国军队这是在遂行这种要员防护，也就是 VIP 的护航是卓有经验的。从北边接近台湾就是从日本来，那如果从东边过来，那可能就是从夏威夷或旧金山一路跨越太平洋进来。所以这2个航线，美军都有这个。就是驻日的空军部队可以进行护航。苏志芬表示，奥克纳瓦基地 F-22是上好的护卫选择，有特种功能，就近支援到台湾领空，会当搁由台湾 F-16也是反向战机盘飞，不过中国军机也可能盘飞研判进入咱国领空的几率不大，因为这是严重的假数。But if Speaker Pelosi tries to go to Taiwan, her plane could be shot down. Does the president have a response to that? The rhetoric that we're hearing from China. But as it relates to the speaker's travels, it's something that we're just not going to speak to.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戈比对媒体表示，目前无看到中国将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证据。前外交部长林建仁分析，中国一直放话，更加可能加深佩洛西访台可能性。个性是不管了，冲了，他在北京也可以拉出标语来啊。但就美国的利益来讲，这个时候不一定是最好的时候。也不过，其实美国内部对于佩洛西访台意见真多，反而引起台海危机。在美国总统川普就批评佩洛西，只会让代志变得更加害。今嘛佩洛西敢要来，拢会对美中台关系产生影响。记者综合报道。Ross， 我们看到影片里面还有刚才2位来宾都说到哈，就是美国绝对不，中国绝对不希望台湾的问题变成一个这个国际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事实上看到，美国和日本是有军事同盟的，美国部署在萨德飞弹在韩国。那同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又说到，台湾如果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很明显，现在台湾的问题的确已经渐渐升级到一个国际的事态。另外，刚才赵君硕大哥说到，拜登总统他一直遵守一个竞争但是不冲突的这个原则，但是事实上我们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包括刚才洪章大哥都说，未来10年之内台海必定会发生冲突。如果台海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大概很难置身事外。您是怎么看的呢？台湾或台海这个议题已经算是几年已经已经国际化了。最近几个月几年，很多欧洲国会议员会来台湾，很多欧洲政府会跟台湾政府其实是有一个官方来往，有签一些协定之类的。以前他们比较谨慎，因为怕中国的反应啊。所以这个议题啊，常常有国际社会关注或讨论。那比较实质的动作，就像我刚刚说的，不只有美国国会议员或日本国会议员会来台湾，欧洲越来越多，或欧洲议会或一些国家的国会，欧洲国家的国会，通过什么支持台湾的决议啊，这个也是已经很频繁了。最近台湾行政院长也访问欧洲，其实以前有潜力啊，前院长也有去啊，但是好像这次规模有扩大一点点啊，国际新闻相关媒体报告新闻也是比较多了，或他能见到的层面也高一点点。去年前副总统前副总统也去欧洲了。所以这个议题啊，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化了。我相信这个也是
符合台湾政府的策略，所以我这个不是批评啊，我只是讲一件事实了。他们觉得有更多国际关注，对台湾的安全是比较好了。这个是一个政治的考量，但是有优点有缺点，但是应该是符合政府的想法了。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是国际化，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了。其他国家国会议员，不管是美国、日本、欧洲国会议员来台湾，或某个国家跟台湾签订什么驾照的互惠之类的这些协定啊，这个不等同。万一真的发生冲突的话，他们会派兵来帮忙台湾。这个只有美国会这样做，这也是一件事实了。文松大哥，那讲到台湾的议题开始变做国际化吼，咱倒转来佩洛西来讲，咱嘛看会出来，因为佩洛西顶边嘛去乌克兰。对讲，伊若是真正咧做毕业旅行吼，伊去乌克兰，即摆搁要来台湾吼，拄好就是咱看到讲国际社会看到乌克兰真正会想到台湾，可能会受到中共的攻击。嘿，因为其实4月的时候，本来据说佩洛西一开始想要去韩国，可是韩国那时候总统还没交接，两个总统立场完全相反，他去可能两个都得罪，他幕僚可能说那你就来台湾了，刚好在就像你说的，在那个4月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他来是很有象征性意义，能够帮助。就说证明代表美国来带给台湾支持，说美国不会抛弃你们，我们不会因为只顾那边就忽略了你们，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只是那时候拜登政府就是因为怕这个 consequence 太严重，所以就把它挡了一下。那没想到这次佩洛西可能又想来，那拜登政府提前打探到消息，就只好看能不能挡一下，不要打坏我们的局。可是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这个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当初美国是说，应该是在上海公报还是在建交公报里面是说。美国认知到 acknowledge 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对此不提出异议嘛？美国可是 John Bolton 在 Wall Street Journal 曾经做一个投书，就说这是40年前基辛格跟他做妥协，那现在呢？现在大部分台湾人都不觉得啊，那为什么美国还要再这么盲目的去坚持这个政策呢？当然，要从法律上、政治上根本改变有很大的障碍，但是就像刚刚其他两位来宾也讲的，就是说。但实际上，这已经是骗不了人的事实，就是国王的新衣嘛。大家台湾人也不想，台湾人想要变成一个独立国家，只是各国政策当年因为跟着美国基辛格把台湾卖了，所以呢，这个是个很好的，这次他来台湾也是个很好的，再把那个怎么讲，掀开国王的新衣，让大家看看，就是中共就是想要 dictate 规定大家不行，但是全世界的运作规则，我们不是要追求一个 rule-based order 吗？所以如果拜登政府你不能够坚定的。去跟中共抗衡的话，那不就违反你自己说的要追求一个 rule-based order？ 所以呢，所以佩洛西他自己可能只是做个毕业旅行，但是呢，其实他的意义我认为是超过他本人想象的深远。我相信他也许现在也 realize 到了，所以他来会说什么，也许会有些 surprise。洪忠大哥，那讲到佩洛西来台湾的意义吼，咱知影顶边美国国会议长。来台湾是25当前 ，Gingrich 来台湾，迄嘛是国会议长现任的来台湾访问吼。总是咱即摆看到这边吼，舞甲遮大三边的这个动作拢遮大吼，咱看到讲2届拢是这个国会议长来台湾，迄个意义煞真正是无共款的。因为25年前吼，台湾的民主化刚刚拄好第一步尔。其实迄个时阵，Gingrich 来的时阵吼，伊对台湾其实有一寡算讲是。杀一个，像咱讲呢，因为过去来讲吼，咱不得不搁去讲历史。美国甲中华民国搁有邦交的时阵，是美国总统拢会来啊。是。所以当美国总统来的时阵，迄阵老蒋的时阵，伊真欢喜嘛，甚至嘛去航空母舰头顶去看嘛，吼，去看伊演习。啊，迄个时阵的支持是安尼支持，但1979年之后，无法度啊，美国和中共做伙啊，吼，中华民国就无承认，所以你变做讲用台湾关系法去规范。但是美国会用出什么招来表示讲我伫国际社会头顶对你台湾的支持，有够这个趴数。尤其你台湾啊，讲真诶吼，我是真信任讲美国国防部真侪分析，伊讲即几年。中共可能会找时间就要拍台湾，是啊，无一定都是年。伊即摆讲的讲法是，跟过去无共款啦。伊讲随时，伊敢讲无甲讲出来，讲随时会拍尔啦，吼。
其实这进前有一个将军有讲过，但是无代表国防部的立场，伊是家己讲，伊讲可能明仔载就拍，吼，但是只是大家咧做的方法、做的代志是去防止这个代志发生，尽量甲推时推较晚咧，表示要创啊，咱来准备讲，万一拍过来时，咱有啥物准备？哦，美国人嘛咧替台湾在做准备，是，所以包括进前咱有讲整体的国防的这个评估，吼 ODA。迄阵的参谋总长李海明上将，伊个和美国做伙做这个代志。但是咧，要做一寡政策，真正要做一寡系统出来，就是讲做一寡战法的时阵，会拄着什么？拄着台湾内部吼，家己军方的反对。哦，因为想法无到遐，是，想法停留去20年前啊，甚至40年前。比如讲，即届汉光的这演习，吼，汉光演习，一年一届，当然。做这部分是做出来，互咱民众看的，算讲是表演的部分啦。咱直接安尼讲，啊，实际要真正演练作战的迄个真正部队甲部队之间对抗的这吼，大部分是无要公开的。是。但是咧，这公开出来的部分，包括你讲乌迄战钩啊，吼，小战的钩啊，啊，对迄沙包、拢去用拍无及格。哦。包括讲，你沙包个对了。这包括行踪啦、关刀啦、战术拢唔对。哦。啊，乌嘛无真够深，你无法度避着轰炸这个炮弹嘛好、枪支嘛好，甚至这震波吼，你嘛无法度动。啊，拄则讲到这个演习是咧做准备吼，这是咧做准备。对。啊，在你看，佩洛西来台湾，若是真正安尼做，是互这个攻击较紧，还是讲会搁拖一段时间？我是感觉讲啊，佩洛西真正。譬如讲，伊选今日来吼，8月1號，是中共解放軍建军節。因為第一屆，因為中共是蘇聯過去共產國際甲請起來嘛，請起來了，以陣的莫斯科伊的指示講，你真正愛佇這城市內底去撥亂，去和國民黨軍隊戰，和伊的警察抬吼，所以因就是南昌開始戰。8月1號開始，迄是第一屆，但是失敗的這個行動，所以因就要紀念這啦，吼。但是這個時陣，就講佩洛西宣布講，今日到，下暗到，啊對啊，對我來講，伊真無民主，你是真正要互我歹看，所以這個時陣有可能發生講其他的軍事動作，包括你講軍機佮衝過中線嘛好，甚至講挑工嘛射去吼。看伊專機要倒來，超工要射去遐，去甲嚇冇可能哦，吼，無一定講真正話拍啦，因為真正拍啦，這國際事件已經是傷大吼，中共家己嘛擋袂掉，但是伊要甲嚇無會，所以表示講，進前包括佩洛西的專機為這個加州出起來的時陣 ，Travis 這個空軍基地出來的時陣，大家攏咧看迄個追蹤迄個 APP 嘛，吼 ，Flight Radar 24，其實佢喺看的時陣。冇人一個問號講，有影伊敢日頭頂？因為路邊嘛真濟，你我講各位各地派無人機吼，攏咧叮當對無？吼，冇人講有一隻C5吼，大項嘅戰略運輸機嘛飛啊，伊敢會坐迄隻？啊，因為有人去家己去推演吼，講進前有參議員訪問團坐 C17嘛，哦，伊迄是描述正戰略運輸機，啊，伊用正底的跑道可以使降落，所以咱適合咱松山機場嘛。所以唔知大家咪要講，這C5有看人來這松山機場有降會落無？降會落啊，就講降袂落。有人講降袂落啦。啊，其實咱後較詳細去看網絡頂吼，有一寡影片吼，伊佇沙巴島跑一屆，佇一個2100公尺的跑道，伊有降落成功。哦，啊，咱松山機場的跑道是2600多公尺，是，所以其實是有可能降落的，是，伊也真正坐C5的時陣，所以咱來講這像細節吼，可能攏會走去講較無失焦啦吼，失去焦點，但是你若講軍事上要做的代志其實真濟，只是講有需要做到安尼無？哦，還是講我挑工要做到安尼？是，表示講這吼，可能咱咧講吼，咱咧算講。什麼人是無打的？
我车呢开过来，你车嘛会开过来，什么人先闪，什么人个无打。哦，因为可能演变个安尼，其实安尼较歹。是，但是阿准讲，咱唔知影的吼，拜登啊和习近平真正有讲好，上歹的情形，咱有啥物退路的时阵，其实不一定台海会发生什么大问题啦。哦，是，军叔兄，最后讲一句，你感觉会来还是袂来？我明天应该会来，应该是历史性的一天。为什么？因为就像刚刚大哥讲的，基本上也没有退路了，也没有退路。裴洛西如果他应该不想跟拜登一起背，说为了你的跟习近平的谈判，我要来退让，这是我的看法。为什么我要跟你一起背？就是我也放弃了。是，Ross， 你觉得？他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除非他已经回到美国去了，我们不能排除他这几天真的会降落台湾。但是我不得不说，即使他来，我觉得其实意义没有很多人以为那么大。哦，可是如果即使意义没有那么大，硬要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现任议长，但是因为他快要卸任，我真的觉得意义没有那么大。当然，中国会有他的反应，但是他将来几个月也帮不了台湾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是，但是他帮得到他自己民主党，是真的。哦，对。谢谢三位都讲的。